美国的关税政策冲击到全球的股市，咱国内食头路人平均要了超过23万。有民众甚至是透过去用资来操作，煞伫咧一礼拜内了上百万，即马迄个群日爱去猛趁外路啊补贴损失。另外，除了个人，也有企业，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，拢有互人贴单、停单，或者是得爱来缩短工时营运。摕手机出来，随时关心股市上升的动态。因为自从美国宣布要实施关税了后，全球股市激烈起落，台股更加是伫清明假期了后，连续大落3天，也互部分上班族面临惨赔。持有的一些蛮稳定的绩优股，都面临到被迫缴保证金。那我前后大概缴了快100多万的保证金，那还不含一些就是有在跌停的时候卖掉、提前出售的损失。今年35岁王先生，惯势以盈资提高比率，本身有3档股票，因为顶礼拜股市连落3天落停，予伊爱补交100多万的保证金，即马只好兼职来增加收入。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有77.4%的上班族有持股也是 ETF 等金融投资，56.8%的人透过长期持有等等期权，还有17.9%的人想要确实的时阵进场扣赎啊。不过这届股灾造成上班族平均损失23.5万。调查发现，那上班族个人财务变严，还有企业嘛开始有压力，有6%的上班族任职的公司无真大影响，不过有6.7%的上班族公司出现贴单还是停单，还有6%的人面临缩短工时，甚至也有出现无薪假还是裁员的现象。这一次的影响当中，最为剧烈的产业包含像是传产制造业，还有资讯科技业。好，那当然呢，大家也因为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震荡哦，所以呢，心中是感到有一些忧虑。十八台股盘中暂时收红，不过波动也是真大，呈现多空交战。面对关税所引起的股市变动，虽然政府有出手来救市，不过也是有达到6%的上班族感觉的烦恼。部分上班族开始缩减家庭的支出，也是开始检测来降低关税的冲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